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等着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远洋捕捞。关于远洋捕捞这个话题最近频繁的被提起，尤其是在当前这个经济背景下，各个地方财政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所以远洋捕捞时有发生，也遭到这个网友的关注和这个热议最近浙江检察院他主动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叫两警察私带警用装备跨省抓人索财。这个说通俗一点，就是咱们说的叫远洋捕捞这是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主动他是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的典型案例，然后有澎湃新闻光明日报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情发生还不久，就在2023年5月下旬，那就是1年半之前嘛，对吧？这个时间不久浙江省这个检察院他公布他说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战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执法记录仪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前往浙江、江苏等地，意图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给那个检察院的通报，给人感觉这个杨某某、战某某两个人是有目的的就到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找那些企业家，寻找目标下手，干什么呢？就是索取财物。这还自己带着这个警用装备、手铐、警服、执法记录仪全套装备然后当年的6月11号，这个杨某某、战某某他根据事先查询的信息，那也就是他找到了这个目标，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家中带走就是把这个沈某他的目标锁定了就是沈某，然后跑到江苏这个吴江把这个民营企业家沈某从他家里给带走了，说要配合调查。带到哪儿去呢？那肯定要回那个就外省某县公安局。然后在这车辆行驶路中，这个民警杨某某他就暗示沈某可以帮忙处理案件并索要财物。那你想想，这作为民营企业家沈某，那也不是吹出来的，对吧？也是社会上混出来的，他肯定就怀疑这两个人到底真的还是假，或者是他也认为这个人呢不合法，就咱两个警察的执法有问题。所以他在路上趁这个两个人不备，趁两人不注意这个沈某他在这个车行驶到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这个沈某就趁这个警察杨某和那个辅警战某不注意，跳车逃跑，并在当地报警。那他报的什么警呢？他肯定把情况一说，公安机关接到他报警以后，第一反应恐怕就是诈骗、敲诈，对吧？就有人冒充警察上门勒索、敲诈。所以这个公安机关以涉嫌招摇撞骗罪对杨某某、战某某立案侦查。他这没有说怎么立案侦查，实际上大家想一想，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检察院他没有把它说清楚，我们只能合理推测这个杨某某、战某某很有可能就还没有逃离这个浙江省境内就被他扣住了，也有可能那个杨某某、战某某没想到这个沈某跑了之后还报警去了。在高速上抓这个杨某某和这个战某某比较容易他往哪儿跑，对吧？下了高速就茫茫人海，不太好查。高速上我觉得所以很容易就在高速上见这个收费站或者是什么地方给他拦住了。这个检察院通报说这个调查发现二人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无法以上述罪名继续侦办，案件陷入僵局。就是说这个德清县的公安把这两个人肯定扣住了，然后交代对吧？你俩人什么身份？把他身份一看，完了再去核实，发现真的是警察，还有一个是辅警。那你要说他招摇撞骗也不对他是真警察、辅警，他就不是招摇撞骗。所以这个公安这个案子办到这儿就陷入僵局了，不知道往哪儿推进了。从这儿也说明就是人肯定是被他抓住了。如果人没抓住的话，就凭沈某报案也说不清楚对吧？德清的公安也很难说马上第一时间就能查到外省这两个警察。所以我推断就是在浙江省内，甚至就在德清这个监狱里面就给他扣住了。好，这个时候因为案件陷入僵局德清县检察院主动提前介入。这个检察院呢，他认为杨某和战某两个人呢涉嫌检察机关侦查管辖的叫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是由检察机关去侦查的去管辖。确实用滥用职权罪来侦查这个警察杨某某和辅警战某某，这个还是合理的。所以把这个线索向上级单位汇报，就是湖州市检察院。然后湖州市检察院分析这个案情之后果断立案侦查，也就是马上就要对他进行侦查。然后这个湖州市检察院前往外省
某县公安局调取杨某某、战某某身份信息，确认二人系司法工作人员，并固定了二人违规使用公安系统查询公民个人信息的证据材料。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据我所知，这个不一定准确，如果大家身边有对吧，这个警察朋友可以问一问，就是派出所啊和警察他们有那个系统啊，就是查询这人员信息，还有所谓的人员轨迹啊，就是在你那个辖区内活动的轨迹，他把你身份证号往里一输都出来了，这一天你都在哪儿轨迹啊。但是这种查询权限它不是谁都能查，它是有权限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查它必须有案由，就是你为什么查这个。如果说你办一个杀人案，办一个诈骗案，或者办一个什么案子，你要查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有权限，也就是还要审批，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按程序，不是每个警察说都可以查，他有权限限制，而且还有程序。当然了，具体的这基层派出所实务怎么操作，这就不知道了。因为咱们很多法律啊，看着都是有规章制度都是有，但是执行情况这就要打个问号。然后这个湖州的检察院呢，通过详细询问相关人员，调取报案记录、监控视频，明确杨某某、战某某以公安人员身份将沈某带走并非法控制的基本犯罪事实。然后这个湖州检方啊，还前往被害人沈某所在的公安地、公安机关以及业协会，也就跑到江苏吴江去了，对该案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取证。就是你把一个民营企业家无缘无故抓走了，这个影响非常不好，进一步夯实二人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证明材料，为指控杨某某、战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奠定扎实的基础。那么这个辅警战某某啊，对自己的行为，他在这个侦查阶段，他肯定有辩解呀。这个辩解，检察院没说怎么辩解的，咱们是推测啊。那个战某某他是辅警，那他肯定说正式警察是领导，我是跟着他去的，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是辅警啊。那个杨某是正式警察，我估计啊，他的辩护一定是说把责任撇清嘛，跟我没关系，对吧？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跟着后面执行，所以责任应该由这个杨某某负。这个湖州的检察官通过法律分析和司法政策解读，使其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最终转变对抗态度，自愿认罪认罚。然后这德清县检察院以杨某某、战某某涉嫌滥用职权罪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起诉意见，对二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有期徒刑7个月，二人均未上诉。也就是那个正式的警察杨某某8个月，战某某是7个月。据介绍，沈某对湖州市检察院依法从严打击涉民营企业的犯罪行为表示感谢，并向湖州市委主要领导寄送感谢信。此外，湖州市德清县2级检察院还派员前往被害人沈某企业，了解公司经营状况，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联合公安机关向沈某企业所属行业协会256名企业负责人宣讲相关法律知识，帮助企业家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这个又是我推测啊，因为他报道的不全，那咱们只能去推测。这个沈某啊，他为什么在德清、在湖州这儿报案？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沈某作为一个江苏吴江的企业家，他在江苏吴江的家中被带走的。这个事情啊，他跳车报案是在德清县，那根据这个管辖权啊，是在德清，在湖州，对吧？来办这个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办完之后，你说湖州就是浙江湖州的检察院跑到江苏吴中去，给那个当地的200多家企业宣讲法律，提供法律服务，这个怎么听好像不顺呢？你想啊，远洋捕捞，那就是说异地执法嘛，从异地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抓人。反过来呢，你跑到异地宣传好像也不合适啊，你跑到异地抓人那肯定不对，就是说啊，叫远洋捕捞啊，你跑到异地宣传难道正常吗？所以我就怀疑啊，因为他没说清楚，所以我就怀疑这个湖州市检察院他应该是在湖州给当地的民营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对吧？他还了解企业经营状况，那你跑到江苏吴江去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也说不过去吧？那有点叫热情过头了。所以我个人分析啊，这仅供参考。就这个沈某啊，估计在湖州啊，甚至德清办一个企业，甚至沈某在湖州恐怕也是名人呢，有很强的社会资源。甚至我推测沈某为什么不在老家报警，不在吴江报警？他从家中被带走啊，他家里人不报警，在吴江报警，这一般的正常逻辑啊。结果他在德清
报警。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因为在德清才逮到机会跳车啊，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觉得啊，很有可能德清或者湖州才是他真正的这个根据地，或者主要人脉是在这儿。所以啊，公安局推进不了，检察院主动介入，这个一般人就难以想象。这个大家自己去体会啊。这个沈某啊，他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如果一个普通人，你十有八九就被人带走了，就被人敲诈。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湖州检察院、这个德清警方胡乱办案，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啊，你要看到背后的真相。这个是个典型案例，但里面也有人情往来这样的真实的故事啊。我还听过比这更狗血的，是真实的故事。我认识的一个人呢，跟这个沈某性质差不多，他就是在警方啊把他拉回那个当地啊，在这高速路上，趁人家睡觉不备啊，他把这个包啊在他脚下，他手机在包里面，他把包给打开了，把手机拿出来发了个短信，哎，这样救了他。这个沈某啊，因为检察院没说沈某在车上有没有戴手铐啊，我认识那人还戴着手铐的，他就在车上趁人家睡着了。后面发生的事情更狗血啊，各种神仙啊在后面斗争。这个浙江的检察院啊把这个案子公布，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啊，当做一个典型。你不管怎么说，这个警察和那个协警这两个肯定是不对的，只能说他一脚踢到铁板上，出了眉头啊。我们只能说还有很多人没有沈某这个资源，没有沈某这个能力，恐怕你想象一下啊，他一旦到了那个被那个杨某或者战某给他带到他们那个县里面办案地点，你再捞你很难，对吧？人被带到那儿去了，那就麻烦了。反过来说啊，这个杨某、战某如果没有被在浙江境内给他扣住，他回到了本省，你也很难办。我对这个案子啊，根据这个检察院的说法，我认为啊，这个杨某和战某他还不是简简单单的远洋捕捞，这个就是违法犯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是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中间是有差别的啊。我们经常说啊，远洋捕捞，那相对应的呢，就叫跨省打击、跨区域打击、联合打击，对吧？你怎么区分什么叫远洋捕捞，什么叫跨省打击？你说罪犯、犯罪分子、犯罪行为应该不应该跨省打击，对吧？当然应该了。你要不跨省打击，那你受害人他的权益怎么得到保障？那我们现在诟病的远洋捕捞是什么呢？远洋捕捞执法一般的是指某些这个地方执法部门呢跨越行政区域，对异地企业和个人进行大规模执法的行为。他的目的，他的动机啊，对吧？跟那个跨省打击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动机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缓解地方财政紧张。地方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也是叫趋利性执法。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无论是远洋捕捞还是叫跨区域，对吧？跨省打击，这前提是对方一定是违法，他犯法了，对吧？如果没有犯法，你跑去远洋捕捞，那对吧？这是不对的，这就是赤裸裸的叫违法。那远洋捕捞起码的啊，他那个当地的政府是同意的，因为他为当地创收嘛，所以他在当地肯定是合法。他只是到了别的地方去，被捞的那个地方那是违法。所以说啊，远洋捕捞和跨省打击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是有没有经过被执行当地那个警方或者政府同意，对吧？也就是你程序有没有走到，你只要程序走到了，你就是跨省打击，那也不叫远洋捕捞。什么叫程序走到了呢？这就是咱们说的叫程序正义嘛。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啊，甘肃的警方要到江苏去办案，那他必须要当地的，就是江苏当地的警方陪同，他要到那个江苏当地警方那儿去备案，要知会他，然后当地警方还得派人去陪同他一同去执行，这个才是合规的、合法的。哎，但是有的时候啊，不涉及抓人，只涉及侦查，他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他恐怕也不通知这个当地警方，他只是侦查、摸排线索，对吧？他可以通知也可以不通知，但是你要抓人，你要采取措施，对吧？你要封人家账号等等，采取这个法律措施的时候，你必须要取得当地警方的这个配合，哎，这就叫程序。你要取得当地警方的配合，那当地警方他就得考虑啊，你跑来是干啥？你准备要干啥？你要封人家账号，那当地警方就得考虑从当地利益出发，你为什么把人账号封上？你有没有到这地步啊？你手续全不全，对吧？你证据有没有全呢？他就会审核，一审核，你这个远洋捕捞就弄不下去了，因为你的目的就是想搞人家钱，你搞人家钱就是来动人家账号的嘛，对吧？冻结账号，把人家钱给划走，那当地肯定就不愿意啊，所以这不就你远洋捕捞你就捕捞不了。所以远洋捕捞和这个叫跨省打击啊、跨区域打击，他们区别就是程序合不合规。你合规了，那就是跨省打击；不合规就是远洋捕捞。但是无论是远洋捕捞还是跨省打击，你前提是那个被打击的企业、被打击的人，他确实犯罪，确实有问题。所以像这个杨某、战某，他是私自，也就是他当地的这个警方都没有给他出手续，是他自己私自去办案，这个性质更恶劣。
劣，对吧？我们说通俗点，他都不是为当地政府干活，他是为了自己警察的身份，为自己谋利，去敲诈勒索，哎，这个非常恶劣，这个只判8个月啊，我觉得太轻了，这不就是绑架吗？警察执法，你不能自己去执法呀，你比如说有上级部门授权你啊，上级部门得给你指示，对吧？给你一个案由，对吧？这个案子交给你了，你去办，你不能自己想去办就办，那你要自己想办就办，那不就变成一个跟普通人敲诈勒索有什么区别啊？更恶劣啊，那性质更恶劣。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警察杨某、辅警张某，他们连远洋捕捞都算不上，他这纯粹就是去敲诈，这里面又是程序问题啊。这我个人分析的，就是说他是通过什么呢？违规使用公安系统查询公民个人信息和证据材料，通过这个湖州检察院他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啊，这2个人他应该是查到了沈某有犯罪嫌疑，哎，查到了证据，但是啊，你这是私自办案，他叫违规使用公安系统查询公民个人信息，也就是没有上面授权你自己跑去办案，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啊，我就分析啊，这个杨某、张某性质这么恶劣，私自办案居然只判8个月、7个月，再来个缓刑的话，那他相当于不用坐牢啊。他是去年6月份被抓的，那早就放了，7个月早就过了，那就是不是说这个杨某和张某他确实抓住了沈某的一些证据？如果是当地警方授权他去，对吧？或者指派他办这个案子，那他这就合理合法。完了之后，他就变成了远洋捕捞，他就不是那个犯法。如果这个杨某、张某啊，他当地的公安局分派他去办这个案子，完了之后，他拿着当地公安局的这个介绍信，跑到江苏吴江警方，对吧？请求协助调查或者协助办案，然后当地警方带着他去沈某家里，把沈某一抓，他这个就是完全合规合法的一个办案程序。那现在人家他自己当地的警方都没有授权他，肯定是违法。所以啊，性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只判8个月，我只能推测啊，他们恐怕确实在那个系统里面查到了这个沈某啊有犯罪嫌疑，有证据。而你假设沈某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任何犯罪证据，没有任何犯罪线索和迹象，你这2人平白无故把人抓了，就判7个月、8个月是吗？不，那以后警察不是可以随时抓人吗？对吧？看你不顺眼把你抓了，怎么了？这是我分析的，大家参考。说到这个远洋捕捞啊，说到这个跨区域打击，这个咱们又想起了这个《西游记》啊，《西游记》这个唐僧这个取经团队啊，他就是典型的跨区域打击和这个远洋捕捞相结合，得到授权的就是跨区域打击，没有得到授权的那就是远洋捕捞。这个孙悟空啊，远洋捕捞和跨区域打击二者兼而有之，所以他就跟那个唐僧啊总是起冲突，对吧？自从那个五指山下孙悟空被唐僧救了之后，孙悟空拜了唐僧为师，然后他们一路上，这个孙悟空啊，他是立功心切，因为他被那个压了500年，这是戴罪之身呢，他想通过取经洗刷自己的罪名，对吧？要东山再起，所以啊，孙悟空有点用力过猛，他为了立功啊。而那个唐僧不一样，唐僧是名门之后，对吧？又是唐太宗的玉帝，他又是佛祖啊2弟子啊，金蝉子转世，对吧？人家是妥妥的啊，就在赛道上面，对吧？只要这活干完了，他就是成佛。所以对唐僧来说，不出乱子就行了。但是孙悟空因为地位不稳，他只是有这么个机会，所以他要好好表现。他好好表现，他就超额完成 KPI。这个孙悟空的 KPI 是什么呢？原著里面没有直接交代，但是啊，在这个真假美猴王那一章，孙悟空跑去找这个观音菩萨哭诉，咱们就可以看出，当初观音菩萨在五指山那儿跟这个孙悟空说啊，让他拜唐僧为师，西天取经，就讲了 KPI。假美猴王那一章啊，孙悟空被那个唐僧赶走之后啊，孙悟空觉得委屈，我被这个老秃驴啊天天欺负，这个老秃驴啊，我自己不干活，我打妖怪他老是拦着。孙悟空认为自己的 KPI 完不成，所以啊，他跑到观音那儿哭诉。他把这个来龙去脉跟观音讲之后，观音纠正他啊，说你对 KPI 的理解有问题。那观音这么说的啊，他说啊，菩萨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为真，绝不轻伤性命。似你有无量神通，何苦打死许多草寇？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不该打死。也就是你有这么大的神通，你这么厉害，你去把那些草寇打死，何苦呢？那些草寇是有罪，强盗嘛，要杀唐僧，对吧？要杀他们师徒几个，要抢他的马，那是坏。但是啊，他们到底是个人身，是个人，不应该打死。这个观音菩萨接着说啊，他说比那妖禽兽、鬼魅精魔不同，那个打死是你的功绩，也就是你把妖怪啊那些魔给打死了，这个是 KPI， 是你的功劳。这人身打死还是你的不仁，也就是不仅啊不是 KPI， 你还得犯错误了，你把人打死了。然后菩萨得出结论，是吧？以我的这个观点啊，我来论道，还是你不对。孙悟空怎么不对呢？是因为你不善，唐僧善，所以你不对。你看孙悟空啊，西天取经这路上他有这个跨区域
打击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小雷音寺，它就属于跨区域打，比如说这个金兜洞啊，比如说这个奎木狼，但是它也有远洋捕捞的地方，比如说这个白骨精，还有这个雾隐山、折月连环洞那个豹子精，还有其他的啊，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家，哎，他没有后台啊，他不是央企国企啊，他都是民营企业家。这些人他本来啊，尤其那个豹子精还等等，本来也没打算吃这个唐僧，因为没打算为难这个取经团队，结果孙悟空是自作主张，他为了增加业绩啊，他是为了完成他的 KPI 或者他个人目的，出于孙悟空个人目的啊，他把人家打了。这个你判断《西游记》里面哪一章哪一难是跨区域打击，哪一难是远洋捕捞，你只用看他前面有没有一个人出来给他报案。一般的啊，那个跨区域打击啊，那都前面有一个太白金星，还就是观音菩萨或者是谁化妆着一个老头，要么是一个老太太，在那儿跟唐僧说啊，前面是什么什么地方啊，你不能去啊，去了那儿人家吃你啊，哎，这个就属于跨区域联合办案，因为这个是得到了观音菩萨或者是玉帝亲自指示，哎，没有前面人提示的，那都是属于孙悟空自己叫远洋捕捞，私自办案，夹带私货。你比如说这个灭法国的案子，那就是观音菩萨亲自去指示啊，案子虽然不大，但这是走程序啊，这是合法的，对吧？你孙悟空去，所以说灭法国这一集根本就没有妖也没有魔，但是这是菩萨让你去的，这就是 KPI。雾隐山有妖也有魔，但是这是你孙悟空自己，包括后面的啊，这个玉华州啊，这都是叫远洋捕捞。当然了，我们现在谈的啊，主要是远洋捕捞这种叫趋利性执法。我们经常说啊，要程序正义啊。如果程序不正当，对吧？程序不正义，那也得不到真正的什么叫正义啊。远洋捕捞啊，对这个经济的损害是非常大，导致很多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最主要是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你缺乏程序正义，最后导致就是这些人呢，一心一意的想着润，对吧？想着拿着钱离开，他不能安心的在那经营企业啊。有的时候啊，他的经营，他有的是就是违法，是刑事责任，这个应该打击。但有的企业是债务纠纷，债务纠纷是民事纠纷呢，就是他欠别人钱，别人欠他钱，因为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灰色地带啊，扯不清楚。哎，有的警方他就容易把一个民事纠纷上升成刑事，对吧？明明他只是欠钱，他最后会给你整这个诈骗，对吧？这种过度打击啊，就会给这些民营企业家造成恐惧。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不宜过度打击，对吧？甚至啊，能松则松。不是说不讲法律，是要讲法律。但是你比如说啊，疑似诈骗，但不能确定是诈骗，那只能是民事责任，对吧？陷入民事。远洋捕捞还有一个相似的词叫以刑化债，不就这意思？本来是正常的债务纠纷，那就双方打官司要，这也是法律来维护这个权益啊。但是有的地方它就以刑化债，跟远洋捕捞是一个意思，都对经济啊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我想啊，随着这经济形势，对吧，越来越不乐观，远洋捕捞以刑化债恐怕会越来越多，层出不穷。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